许多长辈跟我说，早上起床常常口乾，需要喝很多水，有时站起来会头晕，眼前一黑，晚上双脚容易肿胀，鞋子比白天更紧。这些看似小小的不舒服，其实都是身体在提醒，盐分已经吃得太多了。那么盐分到底从哪里来呢？每天清晨，在台南、高雄的传统早餐店里，长辈们最爱的一碗咸豆浆配油条，再加上一勺酱油膏。有人喜欢馒头加肉松，觉得咬起来才有力气。还有人白粥一定要配几块腌萝卜，才算完整的一餐。这些习以为常的咸味早餐，正是每天最容易超标的来源。根据国健署的调查，台湾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取的盐分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上限的1倍以上。对年轻人或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对年纪渐长的心脏和肾脏来说，就等于每天一早就被迫加班。高血压、中风、肾脏病不是突然发生，而是长年累积的结果。大家好，我是林医师，在社区医院服务超过20年，陪伴过无数长辈面对健康挑战。我深知吃的咸才有味道，这种想法有多普遍，但也亲眼看过太多人因此付出沉重代价。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如果觉得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若觉得没有帮助，请输入0。在这段影片里，我会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让您看到长期吃咸的后果，更会在影片最后揭晓一个简单却常被忽略的小秘诀，每天只要做到，就能让肾脏和心脏轻松一点。请您一定要看到最后，相信会对您和家人都有帮助。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咸味习惯，究竟会把健康带往哪里？接下来让我先告诉您一位病人的故事。我想起一位68岁的陈伯伯，他的饮食习惯非常典型。每天早餐，他一定要来一碗咸粥，配上几块腌萝卜，觉得这样才算开胃。中午少不了卤肉饭，还要再多淋1勺酱油才过瘾。晚上到夜市，卤味一大盘，上桌前还要撒上辣粉和胡椒盐。对他来说，没有咸味就等于没有滋味。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口渴，水壶总是离不开手，偶尔站起来会头晕，觉得是老了正常。晚上鞋子变紧，还以为是走太多路。这些讯号他全都忽略了。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突然在家里眼前一黑，整个人倒在地上。送到医院后，检查的结果让全家人都愣住，肾脏功能已经严重受损，被诊断为末期肾衰竭，必须立刻开始洗肾。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只反复嘀咕，不就是吃得咸一点吗？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并不是个案，很多长辈也是从一点口乾、一些头晕开始，觉得无所谓，最后却走到必须洗肾的地步。那么日常生活里到底是哪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调味，让盐分默默超标，成为压垮身体的原因呢？接下来我先从餐桌上最常见的酱油说起。在台湾人的餐桌上，酱油几乎是少不了的调味料。很多长辈习惯青菜要淋上1勺，鱼肉要沾1口，甚至白粥里也要滴几滴，才觉得有滋味。没有酱油，他们就觉得吃不下饭。但事实是，1汤匙酱油就已经含有将近1半的钠摄取上限。如果3餐都要加上1点，钠的总量很快就翻倍。许多人以为只是一点点，不会有影响，但就是这样的一点点，让身体每天都在超标。过量的钠进到体内，会使血液中的水分增加，血管内压力升高，血压也就悄悄往上爬。心脏为了把血液推出去，只能更用力的跳动，肾脏则要拼命把多余的钠排出来。这种状态
就像一台老旧的水泵，每天被迫加班，时间一久，机器必然损耗得更快。长年累积下来，血压不再只是偶尔偏高，而是固定偏高，心脏病、中风的风险增加，肾脏也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的受损。最可怕的是，这些变化常常没有明显症状，等到察觉时，往往已经太迟。所以酱油虽然只是1小时，却常常是钠超标的最大来源之一。那么，如果连餐桌上的调味料都能造成这样的影响，您能想象早餐店里那些看似普通的选择，又还藏着多少盐分吗？很多长辈最放不下的就是每天早晨那一口熟悉的滋味。有人说，没有一碗咸豆浆和一份油条，就觉得一天少了什么。有人爱馒头加肉松，觉得咬起来才踏实；还有人总要在萝卜糕上淋满酱油膏才算够味。这些画面是不是很熟悉？几乎每一家早餐店都能看见。但问题是，这些看似普通的选择，其食盐分远比我们想象中要高。一碗咸豆浆里，榨菜和酱油膏的钠含量加起来就接近成年人一天的一半。肉松虽然香，但经过重度调味和烘焙，本身就是高盐食品。一份馒头加肉松看起来不大，实际上钠含量却可能超过一碗卤肉饭。萝卜糕如果再浇上酱油膏，等于在淀粉上再叠加一层盐分，让血压默默升高。这些早餐的特点是天天都在吃，年轻时或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对年纪渐长的身体，就好像每天一早就背上一个沉重的行李，要带住它走一整天。心脏跳得更快，肾脏过度工作，疲劳和损害就这样日积月累。也许您或家人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少了那一点咸味就觉得不习惯，但正因为是每天的习惯，才最需要重新检视。您平常早餐是不是也少不了肉松或多一点酱料呢？不妨在留言区分享经验，让大家彼此提醒，或许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让身体轻松许多。很多长辈晚上最期待的就是一盘热腾腾的卤味、豆干、海带、百叶、猪血糕，浸在浓浓的卤汁里，端上桌之前再撒上一把胡椒盐或辣粉，香味四溢，吃起来特别过瘾。这样的画面，您是不是也很熟悉？问题在于，卤汁本身就是高盐的基底，反复熬煮之后，越收越咸，食材像海绵一样把盐分全部吸进去。豆干咬起来虽然只有几口，但实际上可能已经含有惊人的钠。再加上桌面上的椒盐、辣粉一撒下去，等于又多加了一层负担。很多人觉得吃卤味只是随便垫个肚子，不会有太大影响。可事实是，这些盐分一旦进入体内，就会把血管里的水分拉住，让血压悄悄升高，心脏被迫跳得更快，肾脏则整晚加班，努力把多余的钠排出去。于是就有人发现自己晚上脚肿得厉害，半夜要起来上厕所好几次，隔天清晨甚至头晕到不敢马上起身。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小毛病，而是身体在发出警讯。若是这样的习惯，一周重复3、4次，对年纪渐长的心血管和肾脏而言，就像每天晚上都在肩膀上放一块石头，压得越来越沉。日子久了，血压从偶尔偏高变成长期偏高，肾功能也在无形中一点一滴耗损。或许您会好奇，为什么仅仅是多一点盐就能让身体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在下一段，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原理说清楚。很多人会问，盐不就是调味吗？为什么会对身体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其实关键就在于钠。当我们吃进过多的钠，身体就会把水分留在血管里，好让浓度维持平衡。血液的容量一增加，血管就像被灌得满满的水管，压力自然升高。血压一旦上升，心脏必须跳得更快、更用力，才能把血液送到全身。
肾脏则得拼命过滤，把多余的钠和水分排出去。就像一台老旧的抽水机，每天被迫加班，不断运转，时间一长，零件就会磨损。更麻烦的是，这种变化往往不会马上让人感觉不舒服。很多长辈只是偶尔觉得口渴、脚肿或者头晕，以为是小问题，但实际上血压早已经在悄悄攀升。等到检查出来时，往往已经是高血压，甚至肾功能下降。我们的血管不像年轻时那样有弹性，长期承受高压就会逐渐变硬，像水管内壁越来越厚，流量受阻，危险也就跟着上升。心脏、肾脏同时加班，最终两边都受累。所以吃得太咸不只是口味重的问题，而是每天都在给心脏和肾脏加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直到出现并发症才后悔莫及。那么这样的压力最直接影响到的器官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心血管系统。接下来我想和您谈谈，为什么吃得太咸会让高血压、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大幅增加。当盐分让血压长期居高不下，第一个受不了的就是心血管。血管壁被迫承受过大的压力，慢慢变硬，失去弹性，就像一条老旧的水管，既容易裂开，也容易堵塞。高血压是中风和心肌梗塞最主要的危险因子之一。当血压持续升高，心脏必须用更大的力气把血液送到全身，心肌的负担日复一日的累积。刚开始或许只是偶尔胸闷、头晕，但随着时间拉长，风险就不断上升。很多长辈平常没有特别注意，只觉得偶尔血压偏高没关系，但其实长期吃得太咸，血压往往会从偶尔偏高变成固定超标。一旦血管承受不住，可能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发作，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对年轻人来说，或许还能暂时靠血管的弹性支撑，但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变硬的速度加快，危险也就跟着累积。这就是为什么吃得太咸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早已被医学确定。那么，如果心血管已经这么辛苦，您可以想象肾脏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吗？接下来我会告诉您，盐分对肾脏的伤害其实比我们以为的还要严重。如果说心血管承受的压力是看得见的高血压，那么肾脏承受的就是日夜不断的加班。肾脏的主要工作是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和水分。当我们每天吃得太咸，肾脏就得拼命过滤，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刚开始，肾脏还能靠自身的代偿能力撑住，就像一台机器，勉强加快速度把工作做完。但长年累月下来，肾丝球一个一个坏掉，功能逐渐下降，直到有一天，肾脏再也负荷不了。这时候，血液里的毒素累积，脚肿、水肿、疲倦，甚至恶心呕吐，都会接连出现。很多人以为肾脏病一定会有很明显的症状才算严重，但其实大部分患者都是在例行检查时才发现肾功能已经掉到危险的程度。当医师告诉他们必须开始洗肾时，往往都非常震惊，因为在此之前只觉得自己有点肿，睡不好，从来没想过问题会这么严重。那对肾脏的影响不仅是工作量增加，更是一步一步把肾脏推向衰竭。这也是为什么在台湾洗肾患者的比例特别高，而饮食中盐分过量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您身边也有人因为吃得太咸而最后不得不洗肾，不妨在留言区分享出来，这样的经验能提醒更多人，让大家更早意识到肾脏其实撑不了那么久。那么还记得影片一开始提到的
陈伯伯吗？接下来，我想再带您回到他的故事，看看当他不得不接受治疗之后，生活出现了哪些变化。各位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陈伯伯吗？在医师诊断他必须接受洗肾后，他和家人都沉默了很久。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长年吃得重咸的习惯，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从此以后，陈伯伯每周3次到医院报，到4个小时坐在洗肾室里，看着血液透过机器来回循环。刚开始他很难接受，心里常常懊悔，要是能早一点注意，或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虽然在医师与家人的提醒下，他不得不开始调整饮食，少放酱料，尽量清淡，但这些改变已经无法让肾脏恢复，他的血压比以前稳定了一些，可洗肾的事实并不会消失。对他来说，每一次坐在机器前，都是提醒七七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代价就会特别沉重。陈伯伯后来常对身边的朋友说：“不要等到身体坏掉了才想改变。”这句话带住遗憾，也带住警醒。那么，对于还能预防的人来说，在日常生活里该怎么做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呢？接下来，我想把3个最重要的原则清楚整理给大家。看到陈伯伯的经历，相信大家都能体会长年吃得太咸带来的后果有多沉重。其实要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并不需要复杂的方法，只要每天记住3个原则，就能帮助心脏和肾脏减轻负担。第一，少用酱油，多用天然香料。做菜时可以尝试用葱、姜、蒜或胡椒来增添风味，而不是一味靠酱油，这样不但能降低盐分，也能保留食材的原味。第二，早餐避免肉松与过多酱料，咸豆浆、肉松、馒头、萝卜糕加酱油膏，这些看似普通的选择，其实常常是盐分超标的来源。改成清淡一点的组合，对身体就是一种保护。第三，卤味少汤汁，不额外加盐粉。卤汁本身盐分就很高，再撒椒盐或辣粉，只会让肾脏更辛苦。如果真的想吃，尽量避免喝汤汁，也不要再加额外的调味料。这3个原则看起来简单，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很多长辈总说少一点没差，可是正是这些少一点的累积，决定了身体能否平安无事。那么除了这3点以外，影片一开始我还答应过大家要在最后分享一个特别的小秘诀。接下来我想把这个方法告诉您，希望能成为日常生活里最实用的一个提醒。各位朋友，我知道要改变几10年的饮食习惯，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长辈常常告诉我，吃清淡没味道，哪吃得下？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毕竟咸味带来的满足，是从年轻就培养出来的习惯，要一下子放下，确实很难。但是请记住，每天少一点盐，就是在给心脏和肾脏多一份休息。这一步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却能在长远的日子里为健康带来巨大的差别。就像走路，每天多走几步，长年下来就能累积成力量。减盐也是这样的道理。在影片一开始，我曾经答应过大家，要分享一个简单却实用的小秘诀。这个方法很容易做到，在厨房准备一个小盐匙，每次做菜时，把1天的用量限制在这个池子里，不要再多。当您开始习惯这样的控制，会发现食材本身的滋味其实并不差，甚至会慢慢觉得清淡，也能很好吃。很多病人告诉我，当他们试过这个方法，味觉渐调整过来，身体也变得更轻松。健康的路上，没有人是孤单的。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年纪，都可能在饮食上做出一些小改变，为自己和家人守住更安稳的生活。
能够彼此提醒、彼此支持，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这段影片对你有帮助，诚挚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希望您能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人，让关心传得更远，让更多家庭避免重蹈覆辙。本影片仅供一般健康参考，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如有疑虑，请务必向医师或药师询问。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能安心享受清淡的美味，把健康平安带在身边。